2023国立台南嘉义高中学生实习创作舞展校内场次第2进展场，今年由第31、32、33届舞蹈班学生共同合作展现，以 Epic 作为舞展的主题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取名字是觉得，我们想要让这次的创作展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，所以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疫情啊、远距教学等等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跟大家不太一样，然后我们想创造自己不一样的时代，所以才会取这个名字。舞展多为学生家己所创作，老师扮演协助的角色，指出因创作出有着无同风格的12手舞蹈作品，包含中国舞蹈以及现代舞蹈等等，运用丰富的元素，展现出嘉义舞蹈班的创意。学生在他们一开始起初就是发想的创意非常的多，所以就是在帮他们在找寻那个定位的时候，有花了一些时间，然后帮助他们自己的作品会更加的完整跟聚焦。然后在过程当中，当然也是因为从头到脚，可能包含服装制作、整体的造型什么，它都必须得要一脉把它完成。所以其实，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花了蛮多心力在磨合一些状况啊，其实也让学生知道说，其实一场演出的细节就是有这么多。很特别的，我们今年舞蹈班的同学用了非常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的展出的曲目当中，中国舞是比较多的。好，那除了柔美的这一个中国舞之外呢，也有一些有关武侠的元素，那也有一些呢有关于水墨画跟这个仕女画哈。校外场次将伫5月6号登场，大家当上嘉义舞蹈班粉丝专页来登记免费票券。欢迎对舞蹈艺术有兴趣的朋友来观赏，共同感受 Epic 的特色甲力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